歡迎翻到嚟問你睇乜 Cult。咁呢套 A24 出品嘅 Bad Rooms 咧，喺北美上映之後咧，可以話係勢不可擋嘅，甚至成為咗 A24 至今為止咧喺北美票房最高嘅電影啊！咁究竟呢套由二次創作嘅網絡都市傳說而搬上大銀幕嘅 Bad Rooms 電影咧，係咪真係有咁大嘅魔力呢？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開心 share 分享下呢套 Bad Rooms 嘅觀後感嘅。咁故事咧就講述主角 Clark 啦，經營一間家具店嘅，佢因為酗酒同埋離婚嘅問題啦，而陷入人生嘅低潮啊，要定期接受心理治療師 Mary 嘅諮詢，甚至住咗喺家具店度作息啦。咁而有一日咧，喺一連串嘅電力異常問題之後咧，佢嚟到家具店嘅地下室，發現地下室嘅牆壁咧，竟然可以穿越去到另一個空間嘅後室 Bad Rooms。咁而故事咧就係隨住阿 Clark 咧喺好奇心嘅驅使下，一步步探索呢個未知嘅空間咧而展開噶啦。咁喺正式分享之前咧，介紹下 channel 先。咁呢個 channel 咧，每個禮拜都會更新短片，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嘅評測、觀後感等等噶。每個禮拜亦都會固定直播噶。咁所以如果你都係中意遊戲或者電影嘅話咧，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嘅全部啦。咁喺出片嘅時候，又會有新嘢通知大家噶。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咧，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啦，推廣出去噶。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呢啲網絡恐怖都市傳說咧，拍成劇集或者電影咧，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噶啦。例如比較經典嘅 Slenderman， 甚至係劇集 Channel Zero 咁啊，都係將一啲比較經典流傳嘅網絡都市傳說拍成電影或者劇集嘅例子嚟嘅。咁而唔同嘅係咧，今次 A24 出品嘅 Bad Rooms 咧，係由將 Bad Rooms 呢個網絡恐怖都市傳說發揚光大嘅 Kane Parson 自己咧親自執導啊。咁而作為一個有一定背景嘅二創網絡恐怖都市傳說嚟講咧，呢套 Bad Rooms 咧，究竟需唔需要觀眾補完咗之前嘅二創背景資料先至再入場睇呢？咁我個人覺得咧就係唔使都可以嘅。因為今次套戲入面咧，其實都相對獨立咁樣交代咗個故事嘅，即使觀眾喺冇任何前置背景資料嘅情況下咧，仍然係能夠理解呢套戲入面大部分嘅事啊。咁當然啦，如果你入場睇之前係有跟開 Bad Rooms 嘅影片，或者係有睇過網上相關嘅整合嘅話咧，係更加有助咧理解 A 星呢個企業啦，同埋事件發生嘅時間線，以及一啲彩蛋等等嘅。但就唔係一個必須嘅前置觀影條件嚟嘅。咁好多恐怖片咧，其實都係用未知入侵日常嚟建立一個恐懼啦。咁而 Bad Rooms 咧，就係將你最熟悉、最乏味、最普通嘅嗰啲室內元素啦，扭曲到一個啱啱越線嘅地步。正係因為佢哋原本就係平凡乏味啦，所以一旦失去用途、失去一啲規律啦，淨係剩低一啲無限複製同埋重複排列感覺嘅時候，就會產生一種非常獨特而焦慮嘅恐怖感。你唔係去咗一個完全陌生嘅世界，而係好似跌入咗一個由現代文明室內設計碎片堆砌出嚟嘅異空間入邊咁樣。咁其實真正嘅恐怖啦，並唔係只係用 jump scare 啦去嚇你嘅本能反應啊，而係將觀眾擺喺一個持續唔舒服、持續失寵失真、持續到唔知幾時完嘅狀態。咁電影一直重複出現嘅房啦、走廊，甚至係日光燈同埋無限延伸嘅感覺咧，就係 Bad Rooms 主題最本質嘅恐懼嚟嘅。佢唔係主打某一隻怪物嘅設計去嚇你，因為 Bad Rooms 嘅恐怖咧就係空間本身嘅存在。而呢一種恐怖啦，我覺得都幾顯示到咧現代人生活入面嘅焦慮感啊。現實生活並冇咁多驚喜變化嘅。我哋嘅潛意識入邊其實都一直好驚嗰種一成不變、不斷重複嘅空間同埋生活嘅。對於永恆或者重複嘅嘢咧，會有種抗拒啦或者焦慮感。咁而呢啲黃色嘅牆紙、廉價嘅室內燈光啦、過度平均而又冇個性嘅室內空間啦，本身都係一啲現代人非常熟悉嘅景觀嚟嘅。咁但係當佢哋變成唔再可以離開，變成一種冇出口、冇功能、冇目的性嘅存在咧，就會由平常變成一種噩夢，甚至焦慮。你唔需要真正遇到怪物，淨係喺呢個空間裏邊留得足夠耐啦，就已經會開始產生焦慮、精神失衡噶啦。而呢一種室內風格嘅拍攝咧，對於鏡頭距離嘅控制、空鏡使用同埋聲音層次上咧，對製作團隊嚟講都要有一定嘅掌握嘅。因為如果做得唔好咧，就會變成純粹擺 pose 式嘅美術展覽，得個靚字啦，但係冇任何嘅焦慮感同埋壓力嘅。而如果控制得好啦，觀眾就會有一種另類嘅感覺，就係明明畫面好清楚，但係越清楚咧就會覺得越唔合理嘅。明明燈光唔暗啦，但係越光咧係反而覺得越唔安全、越焦慮嘅。咁呢個咧亦都係 Bad Rooms 製造恐懼上最聰明嘅地方。佢唔係靠黑暗嚟嚇你嘅，反而係靠一啲永遠唔會熄嘅辦公室燈，呢啲永遠唔會感受到安全感嘅光咧，慢慢將你陷入焦慮嘅。而呢一種黃色室內嘅定調咧，就好似一個人曾經係被長期使用、長期遺留，
長期冇更新嘅地方慢慢腐爛出嚟嘅顏色咁樣。你望住並唔會覺得驚嚇㗎，但係會有一種長期焦慮嘅生理反應。咁呢一種視覺策略呢，其實係比一般恐怖片咧更加持久嘅，因為佢會滲入你對現實空間嘅錯誤感知嘅。咁而呢套 Bad Rooms 咧，即使喺呢一方面做得相當唔錯嘅情況下啦，佢嘅題材本身一開始咧都係有一個先天難題啦，係要去面對嘅，就係佢點樣可以將呢個題材呢件事延伸到去電影嘅場面呢？咁 Bad Rooms 呢個題材啦，本身靠短片或者網絡 footage 嘅形式啦，好容易咧就可以靠概念啊、氣氛啦，甚至係未知感咧去吸引到人嘅。但係如果要拉長做成110分鐘嘅電影咧，觀眾就自然會要求更多嘅人物啦、情感、敘事推進同埋內在嘅轉變啊。咁而咁樣咧，亦都會出現一個尷尬而又真實嘅問題啊，就係 Bad Rooms 呢個概念咧，係咪真係足夠撐起一部長片或者電影呢？電影咧就用 Clark 同埋 Mary 咧兩個人作為重心角色，去賦予電影故事咧一個意義啊。咁兩個角色咧都有屬於自己嘅創傷啦。咁 Clark 咧表面係一個家具店嘅銷售員，實際上咧係一個事業失敗啦、婚姻破碎、夢想淪陷嘅平凡人嚟嘅。電影一開始咧就已經見到 Clark 啦，要喺心理治療室咧同 Mary 咧做一個角色扮演嘅，試圖理解自己人生咧點解會走錯方向。佢由電影一開始咧就已經係一個被創傷啦困住嘅人嚟噶啦。咁而後室 Bad Rooms 嘅發現呢，某程度就係將 Clark 嘅一部分咧空間化咗噶，包括家具店嘅複製品啦、Still Life 有佢同埋老婆嘅複製體存在等等。咁 Clark 咧喺中段開始咧就好沉迷繪畫呢個後室嘅地圖啊，不斷重複測量嗰啲其實完全唔合理嘅走廊啦，試圖理解或者控制一個根本冇辦法控制嘅空間嘅，變相其實係一種逃避現實同埋心理控制嘅體現嚟嘅。最後佢咧甚至願意接受 Bad Rooms 裏面嗰啲似係人但又實際唔係人嘅 Still Life 咧作為同伴啊，係一種由始至終嘅自我封閉同埋逃避嚟嘅。結果只係被自己嘅創傷、自責同埋自我封閉咧所吞噬。咁而 Mary 咧就係一個旁觀痛苦啦，但係從來未真正處理過自己內在痛苦嘅角色嚟嘅。有關嘅童年陰影、噩夢咧，其實係纏繞住佢嘅。但其實去到電影版咧，基於要集中喺角色上面作為重點延伸咧，所以多咗一啲關於 Bad Rooms 嘅解釋嘅。咁但係某程度呢啲解釋咧，我覺得係減弱咗 Bad Rooms 嘅焦慮恐怖感嘅。因為本身 Bad Rooms 喺 YouTube 上嘅設定咧，係冇電影版咁多嘅解釋啦，同埋咁明確噶，最多咧都係觀眾自己去推敲啦，同埋猜測嘅啫。咁而呢家電影版兩個主角喺 Bad Rooms 入邊所經歷同埋得出嘅事實反應啦，Bad Rooms 咧喺一定程度上咧複製咗主角經歷過嘅事物噶。咁而嗰啲怪物 Still Life 咧，甚或乎係一種心理層面嘅亂碼複製體嚟嘅。咁你見佢老婆嘅 Still Life 啦，一見到海盜版自己嘅 Still Life 咧就跑走咧，其實已經略略咧顯示到呢件事噶啦。咁但係呢個設定咧變相就令到 Bad Rooms 變得好普通啊！即係咁搞嘅話咧，其實佢同 Silent Hill 嘅設定咧係有一種似曾相識、相距不大嘅感覺嘅。咁即使呢啲 Still Life 啦唔係角色嘅心理投射都好啦，佢哋都仍然係角色經歷過嘅一啲亂碼複製體嚟嘅。至少喺電影入邊嘅複製品呢，有部分都係角色所體驗過嘅場景啦，或者空間嚟嘅。而以往啲人咁中意 Bad Rooms 咧，都係源於佢嘅不確定性。因為 Bad Rooms 本身咧就係空洞無解嘅空間嚟嘅，佢冇任何嘅邏輯故事嘅。你越解釋得多咧，觀眾反而會覺得冇咁可怕。你越寫得完整啦，嗰種似夢非夢、似真非真、冇出口又冇答案嘅質感咧，就會越容易流失嘅。於是電影版咧就會夾咗喺兩邊中間，一邊咧就要保留原本都市傳說嘅嗰種抽象啦同埋無解嘅，咁但係一邊咧又要滿足院線觀眾對於角色嘅投入同埋劇情推進嘅基本需要。咁而呢個平衡咧，我覺得係好難做到嘅。咁依家 Still Life 啦，甚至係 Bad Rooms 生成嘅機制解釋咧都比較多嘅時候啦，呢一種無限未知嘅不確定性咧就少咗，咁變相咧就令到 Bad Rooms 嘅未知恐懼咧係減弱咗嘅。同埋對於兩位主角嘅心理寫照同埋後室之間嘅關係咧，放眼喺恐怖片嚟講啦，我亦都唔覺得係好新鮮、好創新嘅。不過兩位主角演員嘅演繹咧，係令到套戲喺文戲方面咧增加咗唔少嘅戲劇張力嘅。特別係 Clark 嗰位演員。咁最後就嚟個總結比分啦，我會俾呢套 Bad Rooms 咧 C+。咁好多恐怖片咧，一去到後段啦，就開始解釋世界觀啦，講起源、講規則、講陰謀噶。咁而呢套 Bad Rooms 咧，雖然都解釋咗一部分嘅問題，
咁但係最後咧，仍然願意保留一個唔完整啦，保留空白，保留一啲空間咧，俾觀眾帶住疑惑咧咁樣離場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啦，都係一種有意識嘅克制嚟嘅。只不過佢當中嘅解釋咧，都的確係減少咗觀眾啦對 Backrooms 嘅推敲同埋猜測嘅好奇感嘅。咁總括嚟講咧，我係中意今次喺電影度啦，體驗到呢個高清版 Backrooms 嘅探索過程嘅。咁但係就唔太欣賞佢對 Backrooms 嘅部分解釋啦，反而令到成件事喺解釋上咧係傾於平庸嘅一種感覺。咁唔知大家有睇咗呢套 Backrooms 未呢？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同埋我睇到呢度啦，就不妨俾翻個 like 啦。咁如果大家都係對電影或者遊戲有興趣呢，就記得訂閱啦。咁我每個禮拜咧都會出片同大家分享遊戲同埋電影啊。每個禮拜亦都會固定直播噶。咁下次再有電影，再同大家開心 share 分享下噶。咁我係 Jeremy 嚟啦，我哋下條片再見。